的高血压，若控制无好，就影响心脏哦。嘿啊，这平常时是要安怎来注意啊？好，阿嬷，刷落来，我就是要甲你讲，要安怎来注意高血压。好，你讲。我要讲进前，阿嬷，你甲我教一寡台语，敢好？无要紧啦，你讲可以，可以啦。无啦，阿嬷，你今仔爱做我的台语老师啦。这张图吼，才会读相片，这台语要安怎讲啊？生的菜脯、破子，这是啥？往来饮豆乳哦。这是咸鱼、红肉。哎呀，你哪会遮敖啊？拢传我爱食。真的吼，阮阿公阿嬷嘛足爱食，歹势啦，互你看会着，食袂着。这是咧好食安怎咧？这看报纸炒卵上好食，往来饮豆乳，滚鸡肉汤啦。像这红肉，人拢讲卤予烂烂，毋免煲嘛袂黏起花。个胃壁，阁袂安尼糟糟。顶礼拜去食饭桌，我拢甲伊包转来，就会当食规礼拜。食规礼拜的哦。阿嬷，你家己一个人住哦？囡仔大汉啊，无人要甲老伙仔住做伙啊。安尼吼，咱家己住吼，爱更加好好照顾咱家己的身体，亲像你讲的迄红肉，一地烫遐济摆，敢好咧？慢慢皮啊，物件好食嘛无差啊。迄红肉吼，阮阿公阿嬷嘛足爱食的呢。毋过吼，我拢甲因交代讲吼，肥肉食伤济，血油就会较悬，血管就较敖塌掉的，体重嘛会较增加呢。有影吼，我拢瘦袂落去，医生拢会甲我笑讲我这牵多。什么时阵要请伊食油饭？为什么爱请伊食油饭啊？若大巴肚生囝，就爱请人食油饭啊。好啊，阿嬷，你的个性吼足乐观的呢，足爱讲酸笑的。毋过吼，我一定爱甲你交代，头阵讲这卤的啊、生的物件吼，像咸鱼啊，因为吼放较济盐、味素，对咱的血压嘛较无好，所以吼毋通食口味伤重的。好，阿嬷，你看起来足有福气的，咱敢要试看卖的，食较清的，像阮阿嬷即马嘛无咧创鱼头，拢改食沙白鱼汤，青菜用撒的。咱家己大吼，身体爱顾好势，才会当食到120岁。感恩哦。